如果你在网络上有搜寻过如何唱好歌，你一定有看过我几百万播放的唱歌教学影片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练歌重点有3部分。第一，就是练歌的时候思想要专注。 第二就是练歌时候要有一个可以让你专注的环境。第三就是你练的歌曲也要专注某一首歌或者某一部分。好，现在大家就来看看真实的我是怎么练歌的，怎么把刚才说的那些点呢融入到这个练歌的过程里。 现在我找到的这一台可以让我练歌的系统呢，叫做 KKPad。它的点歌方式呢，跟 KTV 差不多，简单粗暴，每个人都会使用。直接用 WiFi 连接无线网，然后每一首歌都是从网络伺服器上读取出来的。它只需要一条 HDMI 线连接到电视，你就可以看大画面。但是如果没有电视呢，它自己本身也可以完全当做电视使用。KKPad 跟喇叭呢，直接蓝牙无线连接，它的喇叭呢就配备2支无线麦克风。 全部东西都无线，因为我很讨厌线。KKPad 其实它是用安卓系统，所以安卓机可以做的它都可以做，上网看电影什么的，打游戏之类的。现在大家看到就是它的主画面，我直接点左边最大的唱歌，上面4个按钮是最新歌曲、热门歌曲、歌星和歌曲，我就点热门歌曲看一下。 啊，这首好了，那女孩对我说。作为一个合格的 KTV 系统呢，除了自己可以认真的练歌，多人一起欢唱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有几个人都要点歌的时候呢，手机扫描荧幕上的 QR 码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点歌了，超方便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台 KKPad 是21寸的触控荧幕，放在家里用绝对完美。其实它有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机上盒版本。 它也是用 WiFi 连接无线网络，直接插在电视上就可以唱了。它非常符合我在旅行中想练歌的生活方式啊。它除了用遥控器点歌呢，一样可以用手机扫描 QR 码点歌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我休息一下，我练歌都练了5个小时，我拍这个片都拍了3个小时。让你练歌，你来打电动，你不会用手机啊？我练太久了，手机啊不爽了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就要把它杀掉了，还跑。 坏了，它4级了。我喜欢这个 KKPad， 因为它除了可以唱歌，还可以看电影、打游戏，放在家里娱乐，超级棒。像我们在家就没有第4台，但是用 KKPad 就可以直接看 YouTube 了。不过大家都用手机啊。好，手机小啊，手机自己一个人看啊，这个家里大家一起看。